来开始哈。今仔日要对1054年9月初二。1054年9月初二拜三，早起迄只大的小船佛罗摩萨号出港，并且去到即个佩里根遐，佩里根号遐啦吼。毋过即个港道吼，要因阁相当大吼，因此呢，上述迄3只篷船虽然拢已经准备好，并且已经拢装好，货物拢装载好势，但是拢袂当出港。阮甲写好商务员 schedule 的批，交互迄3只当中的一只，就是新仔人头家波伊哥的篷船，要早去互伊早去淡水遐啦吼。批里甲即个 schedule 讲即只波伊哥的即个篷船装载11436领落皮，要送去交互越南号。第2只篷船就是商务员 Louis Buffar， 这应该是迄个东京商务员，我记得是东京的长官。该当伊的部下对遐坐来即只起山的迄只篷船，再有1640领的落皮，有6个士兵咧监督，也要送去交互越南号。第3只篷船装载57担茶，要送去交互大船 Vrede 号。迄只加入船佛罗摩萨号将会伫咧这2天内倒迄寡篷船来出航，将会为着伫归人的迄只变雷船勘变号来装载所需求的盐甲一条定锁吼，就是定的锁啊吼。已经2个定甲2条锁啊去遐，必须要对遐用迄只加入船 Swart Voss 号来装运即寡物件去归人。我拢看无伊咧讲啥，这关系遮复杂。即只加入船佛罗摩萨号甲变雷船佩里根号，伫咧即只船修理好了后，要继续保留伫咧台湾甲澎湖中间的航道来航行。以便要为大船 Vrede 号来装载货物，装载货物。阮搁再一次命令即个 schedule 先生，爱运用所有可能的办法，互变雷船越南号尽量较紧来出航前往日本。今仔日又搁小可落雨吼，日咱地亚号咧沿岸已经准备好要航往淡水的代志，要用即只船送去淡水甲归人的物件。沿岸伫暗倒了后，定读一遍，然后签署，并且甲伊封印，以便明仔早起交互上水只篷船的主管。阮命令伫迄边的主管伫公司的状况会当忍受的情况之下，凡事爱较欠你，特别是作战用的即个庆记合约，像即个合情啊合约等等，因请求的迄项现款的，阮允准因要互因，也允准因对勘变号来提出10桶到12桶的即个秘鲁。为了要互迄寡工作期满的人顺利来离职，现在伫遐有20个士兵，甲4个炮手要离职，阮将会派20个士兵去接替因的位。又搁因为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Wigstorp 自请调职，所以将会伫咧后一摆的机会派下设商务员 Peter van Wilder 对陆路去。咱来看一下下底注脚小解这2个人。头前即个 Cornelis Wigstorp 是阿姆斯特丹的人。1644年，以助力着 Ruffin 号前往亚洲。请烟了啊！
讲1644年以助理做即个 Ruffin 和乾隆亚洲，1650年伫佛罗摩萨升任下设常务员。伊去淡水了后，伫遐家己请求，伫家己请求之下，伫1654年11月初6，由别人来接替伊的职务。1661年，伊伫热兰野城堡管理商店。1661年吼，最后一2年吼，这是头一个讲的即个下设常务员自请调职吼，讲的就是这代志吼。过来后一位讲后一回的机会要派即个下设常务员对陆路去遐，是毋是要去接伊的工去啊？即个 Peter van Milder， 咱来看吼。Peter van Milder 是阿姆斯特丹的人，1647年1月23号，伊助理做 Dromedaries 号去巴达比亚。一路伫1649年，伊下设常务员乾隆台湾，伫遐担任长官的秘书2年，因为伊表现真好吼，表现优异，所以伫1651年9月12号延续工作契约5年。1654年11月去淡水甲鸡笼的要塞，就是即嘛，但是咱拄则读的是。咱即嘛9月嘛吼，讲有机会后一次要派去，所以应该是跟2个月后吼，11月就去淡水甲鸡笼的要塞。伫遐呢，对1655年8月28号到1656年4月担任临时主管。好，这2个小改了。过来，转来日志吼，因为2位牧师的个性。今年无法度按照所承诺来派所答应的啦，要派教师去遐吼，因此因必须要耐心来听候中尉 Jacob Bars 的粮食代金，遵照巴达比亚当局因阁下命令，要对以前处地所核准的10里尔减做6里尔。因为今年对巴达比亚会当派来处地的即个军人真少吼，因此现在对处地无法度派出有够额的兵力去按照阮的意思来处罚迄边的叛徒，互因来降服。此事呢，将会延前到情势较好的时阵。即只庞船所在荷姆总价值是18852毫吨。包括因对迄只坎便号所提出的迄寡现款，也计算在内。即张批的详细内容会当参阅该函的抄本。阮命令彼对船坎便号的主管讲，爱尽力设法，互该船会当对鸡笼遐航往澎湖。天气良好的时阵，再搁对澎湖航来台湾遮北边的礁石区下面遐来停船。加入船 Swartwas 号将会对澎湖送2个艇甲2条索啊等等的物件去鸡笼互因。好，今仔日此地台湾又搁出现一批凤虫。今仔日阮收到牧师 Antonius Hamburg 对麻豆送来一张批，内容无多。对即张批，阮知影讲数百万大军的凤虫。又搁飞来即个降落伫因迄个地区，伫因的产地遐吼，咧吞搭。安尼这必将互迄寡可怜人悲伤不已。万能的上帝啊，请怜悯一下阮即个共和国，甲迄寡害虫吼赶离开即寡切物，互阮毋若是阮，抑阁有数千个佛罗摩萨人，也会当免得遭受到饥荒的苦楚。迄张批佫写讲，有谣言咧盛传，有谣言有风声啦，咧讲小人的原住民以多数通过决定
要来台湾请求，阮准因伫野外来代设即个陷阱，然后来掠落。即战术呢，顶官阁下会当以其他村社的名义来甲伊拒绝，并且下令禁止，因为安尼做，结果必将会互因的后代散射困迫不已。毋是不已，是利益。讲安尼做，结果是互因的后代算食后代的牛尔啦，无啥物好啦。即嘛是可怜，因为伫家己的地袂当掠落吼。伫荷兰人来台湾进前，因安怎掠落嘛掠袂了吼。结果荷兰人来了，落啊掠甲根本无去，根本做证吼。为什么？因为袂去外国嘛，较早因家己车食袂了。无家己国家就是安尼嘛，你要别人管嘛吼。迄利益是别人的吼。对巴达维亚讲起来，这是一种人性自私的这种人性啦吼。好啦，无爱讲啊。对巴达维亚当局的来批看到讲，因阁下无赞成讲，即个政府的秘书甲法务议会秘书由共一个人来担任。这两个职务已经有一段时间拢是由商务员 Jacobus Valentine 来担任。因此呢，就是一个是啥政府秘书，一个法务议会秘书，算一个行政，一个立法啦吼。因此呢，现在上诉阮的秘书 Valentine 将会辞去法务议会秘书的职务，由下设商务员 Gilles Box 来接任。来看 Gilles Box。Gilles Box 是 Middelburg 的人，1647年以助理者 Liefde 和去台湾。1653年升任下设商务员，1654年9月起担任日兰亚城堡法务议会秘书。1656年以后，伫小人担任政务员。1661年7月被国姓爷下令处死，因为伫小人嘛，就是迄人无伫城堡内底伫外口。也伫外口的人，其实拢叫国姓爷拢掠去吼，大部分拢刣死。好，下设商务员 Gilles Box 吼。有个 Leonhard Verhagen 这个人吼，伫伊家己的请求之下，以及今年巴达维亚内批推荐之下，任命伊做处理台湾甲佛罗摩萨社会事务的公证人。咱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小概。得啊，一段呢，写讲伊是罗特丹的人，1654年9月7号被任命做日兰亚城堡的公证人。好，讲伊被任命，咱伫遮讲，今年巴达维亚内批的推荐之下，任命伊做处理台湾甲佛罗摩萨社会事务的公证人嘛吼。台湾甲佛罗摩萨意思是一个是伫台湾即个台南地区遮啦吼，一个是规岛全岛的啦吼。互伊来核发各种公证的文件甲证书。并且会当制作订立处理的书记，也会当检查国议会法律事务。9月初3拜四。
上次要送去淡水的迄寡物件呢，今仔日早起交互彭船日兰迪亚号的主管，并且命令因爱尽量较紧来出航，但是因为现在风对北方吹来，而且即个季风还阁继续咧吹，因此呢，若即只彭船袂当出港，连上次迄3只要航往偏的彭船嘛受阻袂当出港，受到阻挡啊，风阻挡吼。不过即只船呢，日兰迪亚号呢。要暗暝枵时去停伫即个港内的港道上，停好顺风通出港。自由商人 Nicholas Vermeer 的篷船也已经停好势，要出港前往淡水，并且要对遐继续来前往本岛北方的 Saint Lawrence。Saint Lawrence 就是苏俄啦吼，宜兰的苏俄吼 ，Saint Lawrence 讲起台湾旧地名哦，毋知有人去讲荷兰时代叫做 Saint Lawrence 吼，我看是较难吼。伫汉人本位来讲，这是根本就是无存在的一段历史吼。按照互伊的胡客吼去遐交易啦吼，我记是读交易吼。即个自由商人啊 ，Vermeer 胡克吼，会当去即个 Saint Lawrence 遐去交易。中昼伊阁落一滴仔雨，暗时啊天顶无云，也恬静无风。阮又阁受到商务员 Thomas Van Iberen 以及因的议会对鸡人所寄来的批，是由2个原住民经由陆路送来。内容甲本国个1号所收到的迄张批基本上完全相像，但是补充讲，因想讲无定会当，无定检处所派遣的迄寡信差吼，信差啦，应该差音嘛吼，信差有可能，毋过一般讲邮差，但我查一下即字。copy 汉字打起来，即个会当读做叉、车、七、抓，吼，叉、车、七、抓，就是无猜，叉是比如讲，甲人去。前叉、外错、差错，叫做差。车是车欠、车用、车价、轻车、远车，吼。七是参差不齐的七，吼，音啦，吼。七参参差差无边，吼，这就是参差的意思嘛，吼。参参差差。无边，参差无齐，吼，就是参差不齐啦，参差无齐，吼。另外是抓，就是前差迄个差，但是伊可能是读白话的读法叫做前抓着，抓着啊！歹势，头前咱读便条拢袂记变吼。前抓多，抓着，抓远，抓班。后壁这其实我拢毋捌听过吼，即种抓。歪抓我知啦吼，走抓吼。哦，所以这就是走抓歪抓迄个音啦吼。是汉字安尼写，我第一道看了吼，就前叉的叉吼。平常时白话讲走抓吼，歪抓吼。好，我为什么我要查一个？因为为什么邮差读做差呢？我查一个啊，台语大词典。
炒有炒糜、炒醋、炒粿、炒圆、炒二丝，炒二丝就小炒一丝啦吼，炒二丝，炒白、炒不倒，炒吼，炒菜、炒鸭、炒鸭肝。车也是扣押的意思啦，吼，车仔官就是负责的官员嘛，吼。车毋知啥物意思，车子，官方禁止，车是车的第二个鬼色哟，就是叉的第二个鬼色，无看到啊。哦，车的第二个鬼色，车用的人，车子是官方禁止。车总、车船、车用、车牛入马，车牛去入马啥物意思？马走比牛较紧，你找只牛去入马，你永远你嘛入袂着，就是你用毋着人就对啦。你叫即个人去做办代志，叫毋着人啊啦，吼，就是安尼吼。车牛入马。好我直接来看。车过来是纸吼，纸是无纸，小块纸、分金仔纸，哟，即寡拢毋捌听过。颠倒拄则讲迄纸较有种走纸吼，纸有蛇味，蛇味就是走味去吼，蛇味。我今日才学着咯，蛇味。蛇远就是走纸真大，隔开真远吼。蛇音就是走音，音走纸去。讲蛇音就是呼音，就是呼毋着去吼。就讲你念字就是讲话时阵音讲毋着去哈，讲蛇音。唱蛇音就唱歌唱蛇音嘛吼。颔棍蛇棍，意思是棍去拽着吼，蛇棍。蛇班就是甲无照三普鲁啦，无照用迄个样品做啦。蛇班，蛇心是偏心的意思。抓着骹棍吼。拽着骹棍，好，拢无吼。来，我直接来炸，油菜，为什么要我切换？即嘛是发生啥物代志？我的起步无电啊哟，即啥摆啊？真正可能是无电啊！无电，敢若是无电。来，稍等下吼。无电就来个插充电。做一条较长的线。哪冲哪用？嘛是阁袂使。即嘛是发生啥物代志？敢是因为我袂使哪冲哪用？等一下咯。
哎咻，歹势吼，我的 keyboard 无法度通拍，我就只好用手机仔查啦吼，安尼恁就看袂到。有兴趣家己用大日大词典去查一下吼。大日大词典，我直接拍汉字邮差。大日大词典有邮差哦吼，但是伊的标音是读做邮车吼，邮车送批的人吼，所以咱一般查毋到啦。我想应该是可能是受到华语影响吼。当然这是我自细汉就听人安尼讲吼，邮车吼，应该是安尼。好，咱转来日志遮。哎呀，我来摕一下水。好啦，日志遮，咱转来讲，我纽约州的商务员 Thomas Van Eberen 对议会，以及伊的议会对鸡人所寄来批吼，是由2个原住民经由陆路所送来。内容甲本个月1号所收到的批基本上相像，但是补充讲因想要无定进前所派遣的迄寡信车有可能遭遇的意外吼。所以决定佮甲顶一回寄来回信，佮再以抄本，佮再一次送来遮吼。想讲因可能拄着意外嘛，因为因必须要经过迄寡水流真急的河川吼。各位啊，这是荷兰时代啊吼，迄当阵是无啥物落水溪顶头是无啥物中沙大桥，啥物西落大桥拢无吼。啊，你看因要撩水要过一条溪，各位毋捌去撩过无吼？迄水是错流的部分，你是无拄好是水流去吼。所以因就搁甲共款的批搁寄一摆来嘛吼，而且重新关系着去到遐的迄只勘辨号，就是去到鸡人的勘辨号所需求的迄寡物件的重要性。对昨昏收到的上述牧师汉布鲁克来批，因暗长官阁下写一张回批，甲牧师讲，伊会当满大原住民保证讲，阮绝对袂同意小人来代设即个限制啦，会互落啊搁较大量减少即种限制吼。三岛犯是会下令来禁止。迄寡小人的原住民，正如该牧师来批所写的，对小人来，伫咧暗岛，人直接来啊啦吼，要来定情啦吼。伫暗岛以前来长官要求此事，并且伫遐咧念讲因伫因的迄个地区，日常看见有真侪人伫遐咧戴限制的人，拢是新仔人。因质问讲，对此应该按如何来处理？根据因的讲法，迄是因无法度忍受的。对此，长官阁下回答讲，队长 Thomas Pedro 已经伫2天前，互派去迄个地区咯。
阮将的命令伊去调查，并且下达命令。今仔日有一只庞船对巴达米亚前来取地，载40个查甫，所在号码如下：422担的树木，164担胡椒，250担的乌糖，200领的水牛皮，2担的白豆蔻，34担的水牛角，8担大香木，1担白胡椒，30担日本的棉花，一个毋知单位欠单位的绿豆蔻粉吼，350担的班杰马森的藤，这什么意思？我看下对第三，班杰马森是地名伫婆罗洲东南角。我来甲查一下，班杰马森 copy。我即马敢若法度用迄个我的鸟鼠啊尔。copy。哇，哦 ，keyboard 我都用。哇，班加马森。哎，真正有呢！伫婆罗洲叫做什么？卡曼丹的东南，算南方啦吼。看敢若东南，但其实是正南方。汉字写做马神吼，马神，班加马神。正大的都市呢，即、个班加马神。我相信各位可能对印尼话那拢足生疏的吼。照讲这是算厝边尔。有比日本较远一丝啦吼。好来，转来日子遮。350担班加马神的藤，4拿白色的沙拉波瑞斯布，我看一下对主卡这是啥物布？沙拉波瑞斯是一种侪色彩的布，因为印度库达南边的地名叫做沙兰波瑞斯来得到这种名，沙兰波瑞斯布。一包白色的帕卡伦布是质感真厚的一种布，一包沙兰波瑞斯布，拄则是4拿沙兰波瑞斯就一包。然后，这只庞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0个查甫人载来60斤油，23罐西南白酒甲20瓶黄金。然后一只庞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0个查甫，载有200斤的糖水。9月初4拜五，上午天气良好，微风，时而对西方或者是西北方吹来，时而从西方，这是要怎翻译？三不五时对西方，三不五时，大概即个 sometimes， 我看是要怎查？安怎讲？有时啊啦吼。好，庞船日咱2号，甲其他迄寡庞船拢出港咯。该船真紧航往淡水。愿万能的上帝带领该船平安到遐。今仔日，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要派去平湖的甲子船佛罗摩萨号，决定要修理一下，以免会当安然航行。今仔日，阮接到报，
才着通报讲，伫本岛南方的卡林干附近，最近有一只对巴达维亚来的希腊人的篷船伫遐坐对落，该船是要来取缔希腊人头家沙哥迄遐吼。船顶全部人员甲大部分的货物都已经抢救起来，但是即只篷船已经完全破离去。该船的船主名叫做詹哥吼，所在货物有乌糖、木棉、水牛皮、鹿皮甲沙蟹皮啦吼。所以呢，中华国校因暗着派人去传令，互住在伫遐的学校教师 Christian Lowentin， 命令伊亲自去遐继续管教，以免迄寡希腊人被原住民伤害。三队呢，伫迄寡就是伫迄寡希腊人若有需要的时阵，爱命令原住民必须要去援助因。去援助啦，这应该是读做援助。我查一下，确定援助的援嘛，援吼 ，OAN 吼。沿岸有疾风骤雨吼，就是大风、透大风、落大雨，落真紧的雨啦吼。好，今仔日有10只篷船对遮航往西南沿海，坐234个大波，所在货物如下：3个128斤的螺仔肉，15194斤咸鱼，7779斤蚵仔，982斤虾仔，170斤螺仔壳，55刀的即个空雀蛤。13000斤的糖水，空雀蛤是淡菜吼，我是直接昨昏读的吼。13000斤的糖水，4800斤福尔摩沙的丁，还佫有下列的即个，还佫有下列的即个篷船出航前往下列的所在，就是有一只篷船航往南崁，坐10个大波，载有150担盐、20包米、10篮咖啡色的糖。100袋空眼布，20领日本的外袍，10袋柚布，200包薰草。有一只篷船航往德藏，坐17个大波，载有150担盐、20袋米、20袋麻布、10篮的迄个，其实咱是讲红糖啦吼，还是乌糖，咖啡色的糖啦吼。一般应该是讲红糖啦吼，300支希腊的刀仔，有一只篷船航往新港啊，坐18个大波，载有200担盐、100袋米、10袋柚布、100袋乌色空眼布、200支希腊的刀仔、300领日本的外袍、50包福尔摩沙人的衫、18篮乌糖，18篮红糖。以及，我咧想讲红糖敢若是无共诶，可能叫乌糖诶款。以及一只属地自由市民尼可拉斯·维尔米尔诶篷船航往淡水甲鸡笼，载21个大波，载有220包薰草、24担盐、23个铁花、20担油、90罐山酒。之前拢讲三水酒啦吼，即嘛拢改做三酒啊，已经最近拢写三酒了，即两衫会衫啦吼。所以我即嘛改读三酒好啦吼。14袋空眼布，400个粗灰仔，15袋米，1担面粉。9月初5拜六，规工拢好天，但是恬静无风。载着领港员出港去到佩里干号。遐迄只细只小船，要暗嘛趁着海流起定，航到即个港岛头前，
试着讲要来入港，但是因为完全无风，无法度入港，只好搁再航回原处停泊，等候搁较好诶时机。迄时加入船福尔摩沙号也准备好要出航前往澎湖，船顶载有新收买所剩落诶落坡，要再去交互蔚蓝号，并且要去通知商务员史基多先生讲，此外无其他航会再去互蔚蓝号咯。因此，将以前迄个哨单加记即寡落坡了后，要尽量较紧命令该船出航前往日本，也甲伊讲，伫上述即只加入船福尔摩沙号顶头有要送去淡水的6桶的即个山楂肉，以及要送去归人互避雷船坎边号的2个钉甲2条锁仔。即寡物件爱派 SWAT Vast 好尽量较紧送去遐。加入船福尔摩沙号则要甲即个 Windwalk 号对东京所载来交大船 Verede 号的迄寡订运的半数，算载一半要寄载来台湾遮吼。上述迄只船福尔摩沙号呢，也为 Verede 号送去所答应的订锁仔甲10担盐。阮也简短来写一张批命令商务员。万一别人讲爱命令上述篷船日兰迪亚号甲加速船斯瓦特瓦号尽量较紧装一寡涂炭航回台湾遮，并且要互因炸着淡水港道的完整地图以及淡水甲归人2位的驻军的名册转来遮。上述加入船就是福尔摩沙号，也因为无风无法度出港。中昼长官阁下坐舢板去赤坎，暗时就转来台湾。暗暝又阁落雨了。9月初6礼拜日早起迄只加入船福尔摩沙号，虽然还恬静无风，但是已经出港了，并且继续航往澎湖。中昼阁有一阵大风雨，平息了后，暗时又阁来一阵暴风雨。雨差不多是落几暝吼。今仔是敬拜上帝的日子。9月初7，拜一，差不多规工拢是狂风暴雨的天气，只敢若3不5时透出来真舒适的西北风、西北微风。雨也有小歇，又阁有大阵的即个草莓啊飞来台湾，哦，毋知要这虫害，毋知要闹到当时。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开会，下午有一批损害去的抹布，伫长官阁下甲几个议员莅临之下。伫公司的仓库里拍卖互几啊新仔生意人，包括一批109道澹去的沙兰波瑞斯布，卖252个这是啥物？这要怎读啊 ？Rix dollars， 这应该是252箍啦，我直接安尼，这应该是钱的单位嘛吼。讲包括一批109道澹去的沙兰波瑞斯布卖252箍，123道澹去的幼布卖48箍，150道空眼布卖25箍，15道布的棉布卖50箍。迄时，阮看见南远有一只船航来，该船伫暗时就来即个南平停船的所在停，但是因为港道应大，要出港难免危险，因此呢，等天光才要来派人出港。虽然阮用尽办法，领港员也费尽气力，要甲霹雳根号带入港内较安全的所在，但是因为日常拢恬静无风，致到完全无效果。而现在又搁当时换季的月份，此地天气多变，南平停船处并无安全，要甲上述避雷船带入港内，还阁必须停伫遐停候吼。
一直等到新月大阴的时阵呢，再来入港。因此决定讲，该船以及新来迄只船拢爱随对遮出航前往澎湖，伫遐较安全，减少危险。伫咧北方季节，即嘛已经要开始咯吼，会当搁调回储地，迄时要当咧北平停船的所在来停船。即摆咱读到9月嘛吼，就是差不多咱即摆拄啊好，咱即摆时间嘛吼，咱即摆9月今仔初4哦，今仔初几号都不记啊。这9月初4。有几啊新仔人头家已经被长官阁下甲福罗摩萨议会委派，按照新仔的法律甲习惯，将新仔生意人卷所别号叫做卷所地狗，所地狗吼。好啦，目的就是将即个新仔生意人所留落来的货物甲遗产，即人死去后对啦吼。伫即个卷所的老爸兄弟某甲囝儿中间处理的办法，用书面交来互阮。今仔日因已经将此事真公正来用书面写出来互阮，详情会当参阅福罗摩萨议会有关此事的决议。队长托马斯佩多奉长官阁下之令，带领12个士兵伫本个月初1经由芒港前往本港，去迄一角位吼，迄一角头的暗中来巡视，看有啥物人违反阮以前公告关的禁用即个限制掠落啊即个规定啦吼。如同每一年的即当阵都有人会安尼做安尼。今仔日伊平安转来，并且带来16个新仔人，即寡人是伊伫暗暝啊，突袭包围因的厝所掠来吼。伫因遐发现一批真青的吼新鲜的即个鹿仔肉甲6只的活鹿，拢是当日因用即个陷阱所掠的吼。伊伫迄一角位啊，野地上找到550区大设好的陷阱。陷阱吼，其实遮拢写做捕兽机啦吼，但是我著直接读陷阱吼。这互伊认为讲应该还佫有即种违规的人伫稳重伫迄个地区呢，因此隔当日伊著带领伊的士兵，佫再绕即个卡祖溪去上游吼。伫遐即敢若看到一间空厝吼，迄寡新仔人伫因到位进前，就对迄间厝逃走咯吼，因为因的食物还佫囥伫货顶头吼。4只活鹿吼，就是伫遐有看到一间空厝，4只活鹿甲一批装即个陷阱所需要的工具吼。但是因继续前进一段路程了后，就拄着3个即种人，就甲因掠起来。伊对即寡人知影讲，伫迄间厝里住有超过50个你即个设陷阱的新仔人吼。但是就伫个因到迄遐以前偌久，迄寡人听到荷兰人来吼，匆匆忙忙紧逃走吼。新仔人就是吼，就是法令就是家己的走，要安怎讲？偷鸡摸狗啦，要安怎讲？无照规矩来就对了。对上述的情形，阮不得不要讲，无定迄是因为由阮所派伫迄边的牧师所造成的强犯行为，是毋是安尼？以后对即寡被掠来的新仔人，就会当清楚明白，不怪骚人的原住民来问阮来 complain 吼，来念讲即寡垃圾代志吼。今仔日有3只篷船吼，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45个查甫，再来12担盐。
4包日本的薰草，100包新仔的薰草，15捆的粗纸，一刀半的红米，15锭的黄金，还有一只芳船和王片蚵，做33个打煲，再去500斤的糖水。稍等下吼，看一下啊，哟 ，OK， 我看一下有啥物笔记无吼。田中兄有分享过，德国牛脯、钱银走纸。另外伊分享一个台语写的 post， 我看卖好。copy， 这要安怎甲打起？paste。就是台语写吼，福尔摩斯Facebook 顶头台语写一篇啦吼，讲德国牛脯钱银走纸，讲用德国的牛脯会产生真大的误差，所以对买卖的双方有真大金钱的误差吼。形容即个代志关系到金钱的多少吼，一定要谨慎。走纸吼，钱银走纸，好，好，阁剩6分钟，咱阁继续读咧吼。9月初8拜二，即嘛逐工拢内容拢袂少。9月初8拜二，天光的时阵，因为天气真好，长官阁下就命令领港员 Sick Peters 做一只新仔人的砧板对遮出港吼，去看昨到位的迄只船对倒位来吼，并且送一张批要叫该船的主管命令因收批了后，爱随派该船的下设上员载着书信来遮吼，来台湾遮啦吼。若是因有载现款，也无危险会发生，会当将迄寡现款交互迄只细只小船送来遮吼，也会当将派来处队的士兵送来起山。又搁为着要伫咧遭遇着暴风雨的时阵，会当会当较快来航越迄个北边的交流区，因必须要航往比南边停船所在搁较南边的所在去。伫咧即个停搁较南边去就对啦。伫咧即个期间，若有看到暴风雨要来临吼，因会当直接航往平湖，毋免听候对遮任何的信号，去停伫咧迄个平湖迄个庙园遐。有微风，但是非常微弱，对西方吹来，因为风力太弱吼。比如迄阵佩里干号虽然已经有2、3摆来到即个港岛附近，拢无机会来入港，真冒险来停伫咧处队迄个危险的南边停船的所在。因此，该船遵照口条的命令，今仔日启程航往平湖。若有适当的时机，就要对遮来载各种修理该船的需用品去因遐。下午4点钟，领港员 Sick Peters 坐迄只新仔人的舢板转来遮。迄只新到位的船的下设上员也含伊斗阵来。迄只船是 Konik van Polen 号，729号航离巴达米亚，所在货物总价达是54000外毫吨。即只船以后，今年无船会阁对巴达米亚派来遮啦吼，就即是上无放啊啦吼。
阮对即个学习上务员摕来教阮的即个国校就是即个印尼总督国校的内批，知影讲到当无船只，无船只对于祖国来到巴达比亚，因此认为讲一定是为着要保卫祖国哦。所有的船只拢被派去对英国人战争了吼。愿上帝对伊的宝座来任免保庇吼。咱来看下对即个和英国人战争有注脚，有写讲就是第一次和英战争吼。我所知影是荷兰人后来伫咧海外发展的时阵，和英国人会有冲突啦吼，因为英国人嘛当开始伫海外做生意嘛。去年台湾需求的商品基本上都已经有供应，只有9000担护照欠少供应，这是因为欠缺船只所致。再来的16000担的护照，公司也是会有相当的利润。如果即寡护照会当依持去年的计价啦，一担14厘吼，公司就会有相当的利润。但是因为有几只篷船对巴达比亚再造1万担的护照，因此呢，因国下真烦恼，讲护照伫此地交易会因为安尼来检讨。伫这情形之下，上好爱依持护照的信誉啦吼，信誉吼，就是荣誉啦吼。最好要维持胡家的信誉，我看无这是啥物意思。伫咧即种情况之下，爱依持护照真好的即个商誉啦吼。对公司而言吼，要载过量的护照来取代市场，不如载较少的较好吼。因为巴达比亚当局对荷兰收到的图炭真少，因此现在需要对此地供应因50拉斯顿到60拉斯顿佛罗摩萨的图炭。详细内容请参阅该函。暗时迄只细只小船也对上述 Konik van Polen 号遐转来。对该船载回一批货物，今仔日也是一批船顶的器具，对迄只快艇塔佐安号拆落来，再转来遮。即个塔佐安已经失事啊啦吼，所以船顶有物都拆落来吼。包括有一支手车桅吼，一支小后桅，一个大甲盘，两个吊架的底座吼。甲两个即个加入船的调节器等等的物件，这物件我拢无爱查啦吼，反正就船顶的物件啦吼，啥物桅杆啦、甲盘啦吼，底座啥。因下面佫有落一支雨，好，时间拄好到遮，超过1分钟咯。咱今仔日读到这是9月初8吼。因为逐工吼拢记袂少吼，所以咱进度较慢，不要紧吼。安尼读到袂爱困啊！我咧刚才咧读技巧，读到我拢爱困哦。好，安尼今日读到遮吼，咱后礼拜再佫继续来读日兰野城日记吼。真紧咱就读要煞啦吼，这是其实读无几年啊吼。即个礼拜日咱佫来读出时线吼。马文今仔日无来。这有出现。就是即马想着即马含台语老师咧斗阵读书，心内就感觉真要安怎讲？袂歹啦，真欢喜啦。我而家实在就做拢是，敢若有灵嘛是啊。我对。朋友嘛是啊。是哦。
我对即寡伫学校咧教台语诶老师吼，心内足敬佩吼，因为要教囡仔学台语其实足辛苦诶，因为因根本就无迄个动机通学吼，所以我一直感觉足辛苦。我伫咧较进前伫咧 Thread 顶头嘛有看到有一个台语先生吼，可能诚少年啦，伊教到吼心内足无成就感诶，就挫折啦吼，就是伊知影讲，这是足重要的代志，但是伊就是无成就感，因为学生囡仔无想要学安尼吼，所以我嘛毋知讲实在，我政策上吼无咧重视这个，所以先生就诚辛苦啦吼。你若像英语啦吼，像即个联考要考吼，啊，即个公务人员考试要考吼，乖乖啊，逐个拢乖乖啊，着爱好好啊学吼，哈，即个市镇内底佫会开补习班吼，到时阵吼，我伫即种代志要当时会发生，当时会到有一天我嘛毋知啦吼。好，安尼咱礼拜日出死线再佫继续来读吼，感谢各位，我来开放。多谢阿关，多谢大家。